開心嘅嘢，帶大家去玩呢個海陸空大活動啦！哇！呢個行動係咪需要好多裝備去嘅咧？咁又唔係喎，帶個善心就得啦。香港人做善事不遺餘力咧，就全世界都知㗎啦。但係今日呢班人做善事所觸及到嘅範圍就非常之廣啦，因為佢涉及到海、陸、空。其實呢一個慈善活動係海陸空放生大行動，係將啲被人類監生捉翻嚟準備食落肚嘅飛禽走獸放生。咁究竟放生動物嘅意義係點呢？等於我哋嘅生命唔希望俾人傷害，如果等於同你一齊生存同埋一個時空嘅生命咧，佢亦都係一樣唔俾人傷害。我希望提高咗我哋人類嗰個尊重生命權嘅重要。除咗被放生嘅動物開心之外，其實呢一班善長人翁同樣高興喎，因為佢講放生可以積福啊嘛。放生之前，各位手連手、心連心參與祝福善舉儀式。我哋第一步嘅行動係海上大行動，出發！可以逃出生天嘅有海猴、蟹同埋各類嘅海產，諗到成船都係，真係多到數極數唔完啊！哇！呢一啲嘅海鮮中嘅極品啊，都可算係幸運兒啦。好啦，放生行動正式開始啦！睇見香港人做善事果然唔執輸，簡直可以用群情洶湧、熱情澎湃嚟形容。唔單止咁啊，仲好豪氣啊！每次都一大盤一大盤咁將各類海鮮放生落海，絕不手軟。小姐，你做咩掉嘢落海啊？放生啊！攞啲魚扮嘅生嘛。攞魚放生啊？係。點解要咁做咧？我唔知啊。試過放生嘅人都話同玩遊戲攞獎品一樣咁樂趣無窮喎，唔通同佢嘅出現有關？即係每一個人都俾個機會自己去做一啲好嘅嘢，引發自己心裏邊一個善良嗰種嘢出嚟啦。嗱，咁我哋平時咧睇到開心嘅丸仔咧，就睇到好多啦。咁我哋睇一個善良嘅丸仔，俾大家睇下你善良嘅樣。萬眾期待海上放生嘅主角終於出場啦！就係呢兩條長5尺、重200幾斤嘅龍躉啦！龍躉哥哥、龍躉姐姐啊！嗱，而家人哋又放生你哋啊！你哋其實而家心情係點咧？有咩感想咁啊？我心情梗係興奮啦！咁你咧？可以翻落大海喎，真係要多謝你哋㗎！嗱，咁你哋出到大海係開開心心咯喎嚇！好啦，拜拜！喺呢一度祝福呢一對龍躉情侶能夠喺情海入面永不分離，白頭到老，雙雙遨遊萬里。海上行動完畢之後咧，我哋而家即刻進行陸上行動。放生嘅代表有過萬隻草蜢、甲拐20隻同埋20條冇毒嘅蛇。好心急啊！快啲放我哋出嚟啦！我哋成萬隻草蜢，唔可以淨係呢一度重建家園嘅，兄弟行啦！自由嘅空氣真係好清新。哇！輪到我哋甲拐俾人放生啦！哇！快啲爆翻個靚單位先！哇！就喺呢一度開枝散葉落地生根啊！呱呱！差人放蛇，大家聽得多啦。真正嘅放蛇行動，你見過未咧？但係見到我哋唔使驚喎，我哋冇毒噶。今日嘅任務差唔多完成啦，仲有最後一個行動，就係空中行動。空中放生嘅有各類雀鳥，足足有成600幾隻咁多㗎。鵪鶉仔，而家咧放生你喎，係咪好開心咧？係啊，好開心！我要飛上青天。嗱，咁呢一飛衝天咯，自由咯喎 ，OK？ 我要飛上青天。冇掩住一籠，隻雀仔咧當然第一時間趕出閘啦。之後拍對翼，向住唔同嘅方向遠走高飛咧。有命翻去呢個大自然嘅家，真係要多謝各位善心人咯。我謹代表各種小動物，衷心多謝你哋放過我哋呢3萬條小生命，感謝你。小朋友，我哋啱先逃出生天，你又要殺佢哋？咁珍貴嘅動物，記住啊，你同我都有責任去保護佢哋噶，以後唔好再咁做啦。哇！呢一班嘅飛禽走獸咧就認真 happy 啦，可以逃出生天，重過翻以前嗰啲咧自由自在嘅生活，幾開心啊！其實放生咧不過係一個儀式嚟㗎，目的咧就係提醒我哋啊，大家要珍惜大自然嘅各種生命，同埋盡量要避免不必要嘅殺生。冇錯啦，其實所謂推己及人啊，既然我哋每個人咧都會珍惜自己嘅生命咧，當然咧應該咧亦都係推己及人咧，係盡量去珍惜其他嘅生命嘅。